国家人权博物馆成立3档以来，头一届换主题展览，用设备甲民众互动，呈现真侪白色恐怖时期的历史现场，甚至有真侪历史资料是咱用过毋捌听过代志。 白底黑字写出白色恐怖历史现场这几字，国家人权博物馆自3档前成立以后，头一届换主题展览，特别用互动装置呈现亲像左翼案件的地图分布，嘛放入一寡军队内底较少人知影的代志。非常大的比例的政治受难者，尤其是外省籍的政治受难者，他们这些底层的士官兵，其实是在厕所写下一些涂鸦的文字。那这些文字当然很多都是，比如说反对国民党的一些，对他们来说算是一个不履行承诺的一些控诉了。 这届展览分做3个主题，包括威权统治、政治犯甲警备分区，还佫有转向政治的文件、受难者数据等等，嘛加入促转会这几档的调查，透过受难者的记忆，消解台北市以外的不计规矩的空间是虾米模样。我们把每个空间搭配一个政治受难者的这个口述。 然后让他透过这个口述带来的这个身体的感觉，比如说他们会强调说，当时这个空间，比如很狭小或什么的。他最后这边是有一个很多遗书啊等等的，我觉得不管是任何政治立场的人，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能够透过这个部分感同身受。 国家人权博物馆表示，透过展览的整理，因毋但想要互参观者了解过去，嘛希望大家思考感情的人权议题，以及未来如何避免人权的侵害。记者陈嘉文、刘水台北报道。